来，启示文44，咱三甲来哦。恁的上帝讲，就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制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债已经还清楚，已经受到上主加倍刑罚。有声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这个山谷拢要添互定。OK， 这个山谷拢要添互甜，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低，掘互低。OK， 来那弯的要互伊要改互直，坎坷的要修互平，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拢会看见。这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我讲，你要宣布什么？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打火会烧。本日头顶面，这声人拢亲像草，草会打火会烧。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惜安的人啊，着上悬山，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恁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灵来临。看，伊像倒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院的羊群，要用手阿瓦羊仔囝，阿瓦羊仔囝抱伫胸前，阿瓦吼，来一声，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属灵的羊母，稳稳啊行，稳稳啊行，吼，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属灵的羊母，稳稳啊行。OK， 好。会早起咱来看一首，原来对咱来讲较新的歌，22首。主上帝正手。这个较新哦，吼，来。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权灵的话。咱将到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号。来，第一载哦，上帝来。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权灵的话。咱将到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号。OK。迄个第一目标尾啊，遮我毋对所以圣歌队唱的才对，我较慢出来一嘴啊吼。OK， 愿上帝正手伫咱的中间写字，注意看，看上帝对咱讲啥物，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伫你特别的日子，你用声呼召，呼召你的百姓，伫6日就是温群做工。做一个真心受托伫世间经营上帝国度做好见证的使徒，伫第7日安息的日，连上帝都休困，连上帝都伫休困的中间，伫咧创造新生命，
然后伊嘛爱所有属伊的人，拢伫即日就拢安息。因为人若伤过着磨，心灵会直直真浮躁，性命就无内涵。然后恳求你，互阮会当享受尽力做工有时，安静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安息的日子有时。那这个时，所有来到你的面前的众百姓，愿你安慰阮的心灵，加添阮生命的丰富，加添阮的气力甲智慧，互阮勇敢进前，日日跑走。互上帝伫即世间祝福阮，嘛引带阮心灵伫你的国度内面有份。阮用欢喜的心，甲所有的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家要来阿乐感谢、祈祷、敬拜。愿上帝的圣神伫阮的中间，靠主耶稣的名，阿门。OK， 咱闭班心，开始今日这个敬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咱三甲用欢喜吟诗进入上帝殿，咱三甲欢喜出声来学乐上帝圣名，感谢伊的疼痛大无比，因为伊日日引带咱，享受咱平安。咱三甲来吟这条诗歌，请咱的手接我一下，咱三甲拍拍我学乐来吟诗。我要欢喜吟诗进入伊的门，我要学乐进入。我要欢喜出声，学乐伊的名，感谢伊疼痛大无比。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我要学乐感谢我伊来吟诗。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学乐伊疼痛大无比。我要欢喜吟诗进入伊的门。我要学乐进入伊的殿，我要欢喜出声学乐伊的名，感谢伊疼痛大无比。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我要感谢我伊来吟诗。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学乐伊疼痛大无比。上帝疼痛大无比，使咱互相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咱彼此来用平安互相来请安。平安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伫每一日咱拢需要上帝赏赐咱的平安甲福气。请你上姊妹找5人甲伊请安，愿你平安，愿上帝平安，甲你三甲伫地。咱搁三甲来吟这条诗歌，我要欢喜来进入上帝殿。我要欢喜吟诗进入伊的门，我要学乐进入伊的殿，我要欢喜出声学乐伊的名，感谢伊疼痛大无比。伊予我欢喜，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我要学乐感谢我伊来吟诗，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学乐伊疼痛大无比。咱这边来，我要欢喜吟诗进入伊的门，我要学乐进入伊的殿，我要欢喜出声学乐伊的名，感谢伊疼痛大无比。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我要学乐感谢我伊来吟诗。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学乐伊疼痛我欢喜来。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我要学乐感谢我伊来吟诗。伊予我欢喜，伊予我吟诗。学乐伊疼痛大无比，请坐，咱学乐主的疼痛大无比。各位兄弟，即马是农历几月？7月，7月就是啥物月？几啊月？你会惊袂？
为什么你袂惊？大人足惊的，为什么你袂惊？自细汉我伫菜市仔大汉，菜市仔上闹热是倒一天？你敢知影？就是7月半迄天，规个路拢封起来，做啥物代志？普渡拜拜，那亲像咧请人客共款，圆道拜了所有的街仔，规条拢封起来，原顶拜足侪物件，拜啥物人？拜鬼啊，还是拜喙箍？因为拜了后，啥物人摕去食？人摕去食，所以到底是鬼仔咧食，还是人咧食？鬼一年食一遍，就会饱吗？咱敢捌想过这个问题？总是你敢捌想过，为什么大家拢遐尔啊惊？你唔惊？因为你有啥物？你有上帝，因为咱的上帝是享受平安的上帝，所以当伊咧无平安的时阵，你袂惊遐，因为你知影，咱有一个平安的上帝，甲咱三个伫地。这个上帝佮上帝将伊的独生囝享受咱做活祭，替咱献祭伫迄个顶面。所以耶稣甲咱讲一句话，伊讲：我用平安留底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27节。若是你无平安时阵，请你会记咧这个圣经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用平安留在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所以咱唔免惊，唔免惊坏好兄弟。耶稣捌赶过鬼无？耶稣捌赶过鬼，所以鬼惊什么人？鬼惊耶稣。所以你爱知影，什么人比佮较大？你掠掉迄个比较大的时阵，咱就要得到平安。所以7月份对咱来讲，唔是鬼仔月，是什么月？平安月。所以咱三个吟这条诗歌，平安的7月暝。一滴一点闪闪星，月亮光光照地面，大树的风里面，听着秋声的吟诗，上帝赏赐的平安暝，也予我心怀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遇着风台地，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会心山高，也不惊灾难，伊会甲我伫地用花。安慰我，有温暖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也一滴滴点闪闪星，月亮光光照地面，大树的风里面，听着秋声的吟诗，上帝赏赐的平安暝，也予我心怀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遇着风台起，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会心山高，也不惊灾难，伊会甲我伫地用花安慰我，有温暖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我过心煞高，我过心山高，也不惊灾难，伊会甲我伫地用花安慰我。
有平安对我一生人。上帝平安要对咱到一世人。再来，这条诗歌是哪落切切羡慕溪水。这条诗歌对诗篇第42篇第1节，言讲主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诗篇第28篇第7节安尼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帮助。伫咱每一日检查，咱拄着侪侪的挑战，侪侪的艰难。伫服侍时阵，咱也侪侪时阵感觉软只无快乐。总是耶和华咧讲：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的盾牌。较要紧的是，你的心爱我靠我就要真做你的帮助。愿咱只是用基督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咱哪落亲像迄部溪水一样，咱来倚靠上帝，祈祷上帝，伊要将伊的快乐赏赐咱，真做咱坚固的盾牌。主啊，我心仰慕你，亲像鹿仰慕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我心仰慕你，亲像鹿仰慕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宣告你是我的力量盾牌。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俩都仰慕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仰慕来敬拜你。咱做伙来敬拜，请起立。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以上，咱做伙来恭贺咱上帝赐予咱的
10条戒。上帝10条戒，第1戒，我以外。第2戒，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下，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用用别的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就伊的罪，去到囝到3、4代。听我受我改名的，我施恩予因直到千代。第3戒，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第4戒，着记伫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这里一切工，独独第7日。就是向我你的上帝来守伊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老伯、女婢、先生以及点伫恁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中间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第5戒，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和你的日子，第6戒，第7戒，第8戒，第9戒，第10戒。咱用个徛着，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我们要大大欢喜来感谢你。阮学了你的尊名，阮感谢你的手势，阮逐人拢有家己的才调。咱所做的，不过是在回应主你赏赐阮的才能，阮就安尼做。尽阮的心力来做，来认捌这世间，阮伫这中间，阮的地位，阮的实质，阮所做的，你祝福，你也引带，互阮厝边，互阮世界，也是社区人，拢会看出阮是你学生。阮今日阁一届欢喜出席来。伫遮，主，阮无行偏路，但是阮知，入伫你的院，来到你的殿，阮就得到鼓励，阮就得到安慰。阮特别也要为着阮的社区，这个时间来感谢祈祷，互阮有这气力伫社区做一工。但是我也知影，阮困难，若毋是伫你遐来，阮袂做啥物。但是都有你互阮手术，你手术互阮的能力，阮所做的，你也欢喜，也接纳。主啊，但是我想到，阮细细囝在开学进前，主无管伊有惊吓，还是欢喜的心去到学校。主，你拢保守伊，互伊行出伊平日信仰的本质。伫同学、伫四边，互别个同学会使来接纳伊。伫遐嘛做好的模范，来互因军队。相时。出外做工的，也是食头路的，主你也保守伊，互伊有正直的心来伫遐做。但是我想到，阮敬听的姊妹，带份老姊妹伊过身，阮相信这是你
温调伊的灵魂到你遐的所在，主刷落你安慰伊的家族，互伊咧办落尾送别的礼拜的时，也得到你的帮赞，得到你的安慰。这个心灵，若无欠安，若无爽快，主也求你来引带，特别是也倒伫病床，也是伫厝里疗养的，无通来到阮中间的主，求你感恩伫地。你也引带阮今日的敬拜伫遮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和得到激励。伫未来的日子，抱着你的信仰，抱着你予阮的指示教示，阮就安尼行。阮来恳求祈祷，乃是奉主耶稣你的名，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44篇，以赛亚书第40篇，会使看到咱的诗歌后壁面，也是咱的音幕。咱做伙来启应。恁的上帝讲。就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显清楚，有啥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吞回甜。愿我的要解互得，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这声上主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亲像草，草袂干。花未谢，这声人拢正亲像草，草未干，花未谢。报好消息，互适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员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这声。伊要带遐个互羊仔饲养的羊母稳稳啊来，以上愿上帝话来做咱的引带。这时咱做伙来看圣经。今日圣经节有2位，第一位是《传道书》第9章11节，第二位是《罗马人书》12章4节到8节。
咱若有圣经，也是看到荧幕，咱做伙来看。传道书第9章11节安尼讲：我阁越转想，伫日光的下面，熬走的无的确为宣告，有力的无的确为较赢，智慧的无的确得到美牛，明理的的确会得到好业，奇巧的的确会得到稳定。因所拄着的，拢在伫时期甲偶然的。第2位圣经是伫罗马人书12章第4节到第8节。罗马人书12章第4节到第8节。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若是百体的功用拢无相同。安尼，咱侪人踮伫基督做一身，逐个相共做体。咱照所互咱的恩，已经得到恩赐，各无相同。迄是做先知，就是照神的分量来讲，迄是办代志，就伫办代志；迄是教示人的，就伫教示；迄是劝勉的，就伫劝勉；救助的，就用实心；治理的，就用温群；怜悯的，就用欢喜。以上，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路加福音书16章第10节，路加福音书16章第10节。咱先来用台语来念，做伙来。伫这小块的事真重的，伫大的也真重。伫这小块的事不义的，不义。华语咱来念一遍。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愿上帝话加做咱信仰的根底。这时，咱来请圣歌队来带咱来学老。圣歌队要学老的诗歌是《全地着上帝出声》，上帝着全地着上帝来出声。
哈利路亚，都是上会出声伫上帝。这是咱要请咱王牧师来讲道。王牧师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咩念？基督小组教会版。要安怎讲较正确？咱请牧师来甲咱教。谢谢大家平安。乌龟台语要安怎讲？龟哈。啊，这款的哦，真普通的话，有当时啊，咱若无教咱的囝讲哦，伊即摆讲食饭用箸，恁讲箸，阮讲箸。迄个箸啦、汤匙啊啦、饭啦，迄个蝴蝶安怎讲？呀吼，啊田呢？哈，这真基本的用词，咱的囡仔若袂晓讲，伊就完全毋敢讲台湾话。请问爸爸的爸爸要叫啥物？爸爸的迄个二兄要安怎讲？我甲你讲，拜托，着互咱的孙会晓讲这上基本的用词，若无因真正怎毋敢讲话 ，OK？ 所以真侪人讲我台语袂晓讲，但是当时伊开嘴会晓讲，只要正式叫伊讲，伊会惊，一寡基本的用词直直无起来。吼，所以来，咱即马今日咱来讲一个上趣味，咱真细汉的时，咱就直咧讲。迄个龟甲兔仔伫咧走相入，请问龟甲兔仔走相入，谁人走赢？哦，来，我想今仔日这个才有一个教会版，啊，我感觉有即款的领袖，我真欢喜啊！啊，这个是永福教会，啊，一只龟甲一只兔仔已经落去伫迄个。迄个广场已经预备，哈！我的孙仔即马武功1岁9个月，看到迄个四大会他妈的招烧哩，但伊嘛开始就鼓落去，啊，就咧等阿公甲我，啊，伊就走去。OK， 我想即个故事咱拢真清楚。第一版就是讲有一日。兔仔招迄个龟要走入入，看啥人较够走。啊，当然都兔仔都讲到安尼，啊龟嘛真正就好啊，要落场就落场，吼。啊，两个就开始去到广场，预备啊，就开始走。即摆一个走落去哦，兔仔唰一个都毋知走对倒位去啊，啊走真远，啊看后壁一回头一看，龟毋知伫倒位咧扫。啊，所以离遐尼远哦，迄只兔仔想啊，这都爱烦恼，反正都差遐尼远，我来去树仔边来去睇一下，啊，就怎走喺树仔边，啊，凉风直直吹，迄只兔仔怎安怎困去啦？兔仔走遐尼紧的兔仔，煞伫树仔骹，因为凉风，因为家己的自信，互伊就怎安然困去。迄只兔仔伫后壁，直直拼到尾啊！第一版讲啥人赢？龟赢，讲龟赢。遮咧甲咱讲啥物？遮咧讲有真侪时阵吼，你真优秀，有影，你伫某一方面真优秀，但是真侪时阵拄啊伫你真优秀的迄点，到尾也变做你的失败，因为你想过大意。因为你伤过自信，因为你伤过骄傲，因为你真有自信的部分，你怎啊放松家己，后来你的优点所怎啊变做害你跋倒的所在。这个咱定定甲囡仔咧讲的讲到遮，对毋对 ？OK， 所以我想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爱对第一版遮去学着较实。OK。即马兔仔死了后哦，真毋甘愿，伊想咧，搁来甲龟猫来啦，咱搁来比一摆啦，啊，
我想吼。我输甲真毋惯，我遮后走的竟然输你吼！伊只土啊都真自卑啊，真老实啊，真正互人咬呢，久互人咬咯吼！久互咬呢哦，伊就 OK， 伊就真正落去啊，伊真正落去。落去了后，第二摆，这只土啊对头拼到尾，因为第一摆失败的经验，伊对头拼到尾，就怎啊直直冲。只久当然甲伊会比的，袂比的，袂比的啦。好，我离甲远啊。OK， 安尼第二摆嘛结束啊，谁赢？土啊赢，久当然失败。因为伫即个遮，咱对第一版、对第二版，咱伫咧学啥物？咱伫咧学真侪圣经，其实伫圣经内面甲咱讲真侪道理。圣经伫即个遮咧讲，咱拄则对传道书所学到的，熬走的无一定会赢，有力的无一定会得胜。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你毋通认为你伫倒一方面比人较牛，你的人生无一定会赢遐比你较含慢的。这点有影无影？这是真的。然后人毋通伤过骄傲，因为骄傲伫失败大生。心狂的人常常会跌倒，所以人做人都爱较。真正倒转来，伫伊的本质来看伊家己，讲上帝天顶的上帝对敌骄傲心狂的人，所以咱对土啊伫咧学调整咱家己的脚步，嘛对即只久伫咧学讲，虽然有当时啊，咱人真平凡，你我咱真平凡。但是平凡的人，若会当日日温群做工，温群拍拼，平凡的人会出头天也袂，嘛是会出头天。所以伫遮无论对土啊，还是对牛，咱拢会当学着物。那第二版说一个土啊，因为伊家己学着教训。失败者伊若会当对伊的失败来学教训。迄个失败讲变做啥物啊？成功的老母，失败的老母啥人？你知影啦吼？成功的老母啦，成功的老母讲是失败啦。所以人若会晓伫失败的所在学着教训，然后勤补足伊失败的所在，迄个失败后来会阁变做伊的骄傲甲阳光，这个是土啊，后来伊调整了后，伊真正会当阁起飞，伊会当阁起飞。所以伫圣经的内面，直咧教咱做一基督徒，无论你即个人偌尼高、偌尼含慢，会记得教会对圣经内面遐所领受的，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无论你伫倒一方面，你的条件怎样，你拢爱常常注意家己。做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人。什么叫做尽？什么叫做尽？那伫咧尽的人，伊爱定力。你有看到迄个举重的迄无？我要甲咱讲，即边四大运，今早开始，逐个人看衰，有真侪负面的话，当啊直直来。真侪人一直唱衰，一直唱衰。我要甲咱讲，伫即边的四大运的中间，基督徒的比率真悬，比基督徒的比率真悬。迄咱要看见整个社会有伫咧改变，整个社会面顶有真侪人伫咧靠咱的税金咧食饭的人真侪，伫咧看衰台湾。但是民间的力直直为着台湾伫咧拍拼，
所以你咧看，若即只兔后来调整伊家己，调整了后，伊会当真骄傲使用彼得迄个使用保罗迄句话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加来要紧的是讲已经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迄个已经。因为我想咱要安怎样，真正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常常伫咧递奖书。上帝予你一世人，上帝予你伫世上50年、70年的人生，你有尽力跑走该跑走的路站啊无？你有尽你所有的伫咧做你的受托的工程啊无？你若讲拢有，那安尼，咱要感谢主讲伫天顶遐。有冕旒，上帝使者讲，那阳光的冕旒已经为着你备办好啦。咱即礼拜中间结婚节受主经调，咱望结婚节，伊会当伫天顶得到主上帝甲伊讲，当你伫地上，你已经征战好的征战，你已经尽跑走的路站，你已经修改神的道理，你已经伫你的地上，伫你的家庭遐。你若有尽力，当伫遮有阳光的冕旒要互你。那兔仔伫第2站，伊真正有尽力啦，所以阳光的冕旒伊摕去啦。安尼到遮就煞吗？也袂，这安尼也毋是教会的版本，到遮也袂煞。即马第3摆，龟阁甲兔仔招出来，来啦，无熬啦。你原本你上帝予你的骹都较长较够跳，我的骹都一块块啊，当然你嘛走较紧，但是即边路线由我来规划，你看要安怎冲拢无要紧，做你冲，但是路线我规划，咱搁来比一摆。兔仔头翘起来讲，互你安怎规划，我较好走，我当然嘛也搁会赢。互你，让你。OK， 即边第3摆路线向定的，固定的。OK， 固就到 OK， 画一条路线安尼咧走。伊嘛去到遐就开始就预备，就起啊。OK， 现在开始去走。伫天主的顶面龟甲兔仔当然差足济啊。伫天主的顶面，所以即边兔仔咧规划，伊去甲规划一条路线。有过啦，我较偏即个兔仔款人讲公平妹啊，即只龟伊去规划一条路线，伊去即只兔仔，因两个预备起走落去了后，直走，走到尾我去拄着一只大河，去拄着一条大河，拄着大河了，前面迄只兔仔我当过啊无？无法通过，当伫遐，迄只兔仔安怎样找，都找无一条会当过，找无一个所在会当盘过迄条大河。当找无，伊就当啊讲就当啊到处当啊撞，OK。后来就看迄只龟慢慢扫，扫来到即个大河遐，戳一个落去，游到迄边过。前面这第3摆谁赢？龟个赢去啊！因为伫即个遮，咱搁咧想啥？伫即个遮会当互咱得到啥？伫即个遮，我想要搁倒转来咱今仔日的圣经。人伫上帝面前，每一个人的运势灾情有共款无？你甲我原本就是无共款的受造，你甲我原本咱两个就是完全无共款。若是拢无共款，
土仔甲牛比，若咧比土仔比牛较好，伫倒位较好？伫路呢咧走，土仔较够走。但是若伫水的内面，啥人较够走？牛较够走。所以认为这对搁倒转来圣经，转来伫上帝的创造来讲，人讲啥人比啥人较牛，啥人比啥人搁较含慢，毋通袂记得，咱的比的定定，摕我的好来比你的歹，摕我的优点来比你的缺点。那安尼，摕我的好来比你的较不足，安尼啥人较好？当然嘛是我较好啊。那总是若是摕我的好来比你的不足的所在，会造成我家己的骄傲，会造成我伫咧看代志，伫咧看人，我会看了偏差。因为人甲人原本就袂当用固定一个物件伫咧做比拼。真侪时阵，咱会去欣赏另外一个人，会去欣赏另外一个人，是因为咱真侪时阵，咱摕咱家己的不足去羡慕别人比咱较好的。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你若直拢伫咧习惯，已经拢习惯摕你家己的不足，然后来对比别人的优点，摕你家己的无来羡慕别人的有。我甲你讲，你的人生会活甲真郁卒，真无快乐，真自卑。伫这第3集的比赛的中间，兔仔迄个龟学着一项，伊下后开始变巧，互伊有路的，有路通走，迄段兔仔你较好。但是拄着水的时，啥人较好？龟较好。所以伫人生的路站，有一寡部分是你较好，另外一寡部分是我较好。所以总局来讲，啥人好啥人歹也毋知。所以伫咱的人生会记得到即句，我毋知到即句列位兄弟啊，伫上帝面前，你有开始伫咧算咧笑，上帝互你有啥物？圣诗有一首歌讲：着算着笑上帝的恩典。伫你我咱的人生的中间，定定咱拢爱摕，我爱定定来算啥物？算我有诶。我真感动，有一个牧师的查某囝叫做黄美莲，伊出世的时就是一个重度的脑性麻痹的小 baby。那大汉爸母才发觉讲，这个囡仔他会是安尼，遐尼严重。那大汉这样代志，咱哪来哪清楚？所以这个囡仔后来伫幼稚园读册，去互笑。后来伊去到国小，根本用白铁，互人笑，互人欺负甲这个囡仔无法度正常受教育。所以这个黄牧师，伊就带伊的家庭移民去到美国。因为伫美国迄个社会，即款的特殊的囡仔，也阁有另外一个小老师陪伫伊的边仔，慢慢啊咧陪伊。老师伫面顶咧教，但是边仔有一个下互伊的特殊的老师陪伊。即个黄美莲，伊慢慢啊直大，伫遐的课程啊慢慢啊直经过。伊后来通过伊的画图，伊啥物物件拢输人，所有物件拢输人。但是后来伫课程的中间，逐摆若咧画图艺术艺术的课 arts， 老师才发觉，伊逐摆用伊踮咧准的迄款的伫咧画出来的图，用的色彩，迄个结构，比一般的囡仔足无共款。所以逐摆拢用老师就将伊的图寄去比赛，然后一摆搁一摆，伊对国校、高中直拢摕到真好的奖，后来再用这个奖，然后去申请 UCLA， 然后
伫遐摕到博士、艺术的博士、艺术治疗的博士毕业。即个囡仔，伊后来选择，伊摕到博士、艺术博士了后，伊决定转来台湾。你若上网一个黄美莲，检查有一日咱教会咱来邀请伊来，伊无法度通正常亲像我安尼讲话。伊逐摆若要演讲的时，伊身边拢都爱缀一个伊久长陪伴伊的人，因为伊咧讲话头准的，啊，讲无啥会清楚。边仔迄个都爱替伊小可解说一下。有一摆大学踮咧伫咧演讲的时，演讲了，逐个人甲伊拍扑下。了后，一个教授主持的教授问讲，现场所有遮个师生，毋知恁逐个人有啥物？因为这是 Q&A 的时间，有啥物问题要问无？有一个大学4年的查某囡仔，爬起来，举手讲一句话，讲：黄博士，请问你出生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待你自己？黄博士，你对细汉出世，你就生做这落款，请问你怎样伫咧看你家己？请问一个大学4年的学生问这款的话，有礼貌无礼貌？有礼貌无礼貌？黄博士，你从出生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迄个主持的教授伫迄个证人的面前，煞毋知要安怎讲。开始踮咧紧张的时，无拍算。黄美莲博士，伊活当身摕一支白粉笔，伫迄个白板写几句话。伊讲，伊慢慢写：1，我有上帝疼我；2，我有父母疼我；3，我会晓画图；4，我会晓写文章；5，我有一只真好的小猫咪；6，我的大腿真长真水；7，伊直直写点。然后活转身。对现场所有的人讲一句话：我只看我有的，我不看我没有的。因为即摆伫外口真侪人咧用即句话，对毋对？恁捌听到即句话无？即句话原创者就是黄美莲。伫迄个真紧张的时间，人咧甲伊问讲：黄博士，你对出世就生做即落款？什么款？准了。行路无啥有法度通正常行。你对出世就生做即落款，请问你安怎样看你家己？伊怎样看伊家己？伊看伊家己，伊无互伊的性命陷落伫悲观，伊无互伊的性命陷落伫自卑，伊无互伊的性命变做一个无路用的性命。是伊伫伊的人生的中间，已经对信仰直咧学，已经学着啦。伊学着一个秘诀，直咧算伊的人生。我有啥？因为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一个悲观的人？伫你的人生遮尔长，伫哪来哪行哪远哪行？你的年纪哪大？你是哪行哪离开上帝，哪学落上帝的仁慈疼痛，还是你的人生哪来哪怀疑这个信仰？无共款的人生全直插去，迄个在地，你直咧算倒一边？你直咧算你无的，还是你直咧算你有的？今仔日伫这个龟甲土啊赛跑的教会班的中间，你直接看会见。龟虽然伫某一个领域内面，甲即只土啊袂比咧。若讲赛跑，应该想到拢是土啊的场，但是龟到第3班来，伊会晓去创造伊家己的优势。
伊会晓摕伊家己有诶即部分，加入诶伫即个赛跑诶场面。请问，你会当甲我三甲来算伫咱诶人生诶中间，上帝有互咱啥？上帝有偌侪恩惠伫咱诶身上。今仔日是咱总会诶纪念相连诶日子。那伫即个为着相连诶时，我要带逐个人来想讲，你若想到你诶是大人，你会想到啥？你会想到你诶是大人，你会想到你是大人怎样捌偌歹诶，怎样偌歹诶，怎样安怎样伫你诶一生诶中间，对你造成偌大诶伤害、忽略，还是就是大人有真侪不义诶所在。无应该的所在，但是你也阁会当伫遐直直咧算你是大人对你的好，就是大人对你一摆的好，你若干来记条条，阁甲感念，一世人你的是大人伫你的身上的形象拢是正面的。那伫即个只乌龟，砰一个，第三摆，龟赢起来。啊！若讲教会版，安尼也阁无满意，我直直阁创造第4版。即马兔仔阁死去了，兔仔就招龟2个来泡茶。啊，坐咧踮仔泡茶，因即马开始咧设计讲，来，咱阁来比一摆，咱阁来比一摆，咱阁来比一摆。啊！我是因都开始怎啊？踮遐做好朋友，开始咧讲，咱敢有可能一开始2个斗阵开始，敢有可能到最后2个人，完了，因2个毋是人，咱敢会当2个？既然已经做朋友，安尼不打不相识，已经对开始怎啊？安尼对冤家对呛，到即摆已经2个会当做朋友，啊无咱阁来走一摆，咱敢有可能？自开始到最后，咱2个拢也会当斗阵。然后因就想，好，来，咱第4摆，咱阁来，啊。OK， 因过来，因即马就开始合作了。因即马开始第4摆伫咧比赛时，2个已经毋是咧赶速度，2个伫咧享受2个斗阵的快乐。原本兔仔过兔仔单独胆小一个的生活，龟伫咧过龟家己。另外一种的生活，拢是孤单，拢是家己。即马经过3摆的奋战了后，因已经互相有感情，所以因就开始讲来，咱阁来比第4摆。然后第4摆，因伫路呢，因就欢欢喜，有讲有笑，踮仔2个玩在一起，然后 OK， 经过了车门。来到即个河沟边的时，会安怎创？吼，恁拢真贤，龟就踮迄个水面，然后请兔仔徛踮伊顶面。龟只是龟无潜落去水呢，龟就顺着迄个水面，怎啊安尼直，因有斗阵经过即个河沟啊无？因。斗阵经过，然后过到迄边岸，因2个阁继续欢欢喜喜，有讲有笑，直直到最后的终点。你为若假使是即个若是圣经版的龟甲兔仔的赛跑，那安尼这是咧甲咱讲什么？伫咱的信仰的中间。咱真侪时阵，咱来倒转来伫咧看，外口的世界定定踮仔咧比来比去。
基督徒咱咧真有自信，咱要甲人比，咱要用什么角度来比？真侪人比咱靠钱、靠势，驶较好的车，外口的世界敢若咧看这个有形，咱的比有可能伫咧比讲，虽然我钱无你遐尼多，地位无你遐尼悬，但是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一切，遮我比你较有通享受。阮的关系比你搁较亲，阮有讲有笑。阮虽然走袂恁遐尼紧，但是阮是一个享受上帝互阮的关系甲创造。伫今仔日即款的即个故事的中间，咱嘛伫咧看到讲上帝互人的恩赐才情各无相同，所以你要做的工课敢若一项，直直咧看，亲像上帝对摩西咧讲的是。摩西带我的百姓出来翕，摩西甲伊讲：我要凭什么？我无口才，无啥，逐项拢无，我要凭什么带伫埃及的以色列人出来翕？上帝甲伊讲：你唱呢为什么？因为我都有一支管啊。伊讲：这支管啊，就是我甲你同在的记号。所以一世人甲这支管啊顾好，这支管啊就是我甲你同在的记号。但伫你的心上，你有啥物？我想咱逐个人拢倒转来看，伫我的人生，伫我的心上有啥物较特别的所在？你都敢若甲你有的甲人分享安尼尔。上帝的角度，甲伫即个教会内面，咱来看，你有的摕出来甲人分享，你有的摕出来甲人分享，你敢若做即项代志就好。有当时啊，做若做会破壳，手伸伤长会出代志。啊！你有啥物甲人分享？遮保罗伫咧讲诶，咱照上帝互咱的恩赐，好好运用无共款的恩赐，做应该做的事，做应该做的事，是服务的就尽力服务，是教导的就尽力教导，是宽免的就尽力宽免，施舍的就爱慷慨，做领袖的毋通就爱温群，毋通拗念吼。啊，怜悯人的就欢欢喜喜去做怜悯的人的工去，一人一角，一人一角。你做长老的，甲你的长老的角色；做执事的，甲你分配看尽力做就对啊。甲你的部分做好，你就已经够了，就是一个尽忠的奴仆。啊，要安怎样真正伫即个遮，咱逐个人甲咱的有的部分摕出来啊，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的人。我两正你来陪伴，你的欠缺我来补足，因为咱要构成一个基督荣耀的身躯。但伫遮，即个相连的主日，毋通看轻相连，嘛毋通家己互人讲恁长老教会拢一寡老人。我甲你讲，若无即个老人的辛苦，透有遐个少年人，真侪教会今仔日。弄到煞全活倒转来，伫咧屁想过去遐为着因辛苦的年老的人，无下信仰。长老教会，咱来保守所有年老的人，咱来敬爱伊，然后咱少年人，咱尊重因，因疼惜咱都要互补起来。两代的中间是父母甲细汉的囝儿互补起来，翁某有真侪角色无共款，互补起来。我想基督徒定定往来学一项，伫即个古甲土的中间咱学一项。真侪基督徒伫未信者的面前伤过骄傲，掠做你信耶稣了后，就比人较敖，无影无只。咱信耶稣做上帝的囝儿，颠倒咱爱搁较谦卑，伫世间人的面前，咱若有做啥，咱有分配啥物工课。你爱比别人搁较会晓尽力，甲最后完成。人若甲你学了，你就讲多谢你的学了啊！是安怎？你别人挡袂牢，你才会做甲遮欢喜。你讲，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我看做是上帝互我的积分。我通过安尼，我伫咧补足需要。我通过安尼，通过我的手所做的工，我互家长，我互我的人客户，逐个人看到我所做的工所提供的服务，因就欢喜有信心。
认为你用基督徒的角度伫人的面前做空气，毋通因为你基督徒的身份定定淡仔伫咧看轻别人讲一寡无尊重别人的话，小补起来，上帝的神会互你会高举你，会互人感觉你是一个真好真好的人，不管你是土啊还是龜，伫上帝的面前拢是真水的角色。同心来祈祷，阮感谢主的恩典。用你的话来做阮生命的氧气，做阮打扫心灵的美娘。愿阮人生的路径有你的油在滴，有你的圣手在引带，靠出耶稣的名。阿门。咱多谢咱牧师，甲咱的教导，骨头赛跑。对，啊，走小肉啊，走小热啊，我拄定有听到啊。当然我听到是感觉咱过去台湾人拢足谦虚谦卑，人甲人讲哦，你足敖的呢，哦，你做甲足好的呢，咱拢安怎回答？无啦，毋敢，安尼无啦，毋敢，才毋敢搁做。啊，即马听到了后吼，咱就爱开始来，无论咱年长的，还是咱少年的，吼，咱搁操作者，咱的人若甲咱学路吼，咱就想看觅者，哦对啊，我那以前拢无想到吼，啊，咱即马来做安尼，吼，安尼了后吼，互相帮补，啊，咱教会是一体，啊，一体内底。有百心百体，互相咱感谢咱牧师互咱的教导。这条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2首，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联的话，咱从头。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只手拢有记载，请起立，咱做伙来吟。主
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对上帝赐咱恩赐的回应，所以咱尽心尽力来尽量咱来奉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诗歌。请坐。这是报告甲介绍，咱请牧师。今仔日毋知有啥物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 ？OK， 有几位久来一摆的遮个朋友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恁哦嘿。OK， 伫消息的中间，咱后礼拜有要召开中执会，所以请所有的中执各事工小组，请提出恁的事工报告。后礼拜我无伫个，请创先传道主持即个会议吼。咱过来有遮个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咱有要送因遮个圣经版本，也是讲申请奖学金的，请咱到办公室。去遐登记，去遐领取哦嘿。弦乐团对今仔日开始，等下11点，咱就伫遮。弦乐团真多谢黄瑞老师甲保罗老师来陪咱。11点到11点，然后45遐吼。咱毋望有一寡新的人加入伫咱礼拜的迄个小提琴，陪咱来吟诗而乐。即个拜三就要开始拜三暗的祈祷查经会，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即2礼拜会先请创先传道，伊会带咱对哥林多前书13章遐来查考，然后我20倒转来的时，我来带约翰福音迄个约翰福音书，若假使有要加了解耶稣的人。请踊跃来参加，因为咱常常讲，咱着来传人传播耶稣，耶稣是啥？我想伫即个约翰福音书加足清楚，吼，请咱三甲来。牧师对英暗，我着带先去温哥华，然后初8，我会对 LA 甲所有今年要去迄个参加。台湾进入用台湾的名进入联合国的即个宣达团，去纽约，然后咱有伫遐有，逐年伫遐有一寡示威，伫遐甲遐的智囊团，国会议员三甲伫遐见面，咱也搁伫遐有差不多成千人的迄个游行，迄个游行主要就是讲请大家支持台湾
用台湾的名会当进入联合国这个活动会记得，咱毋通看伊做无可能。咱若拢无做，就拢无可能。咱若拢无做，咱会一步一步受到对方直打压。几年前，咱也会当台湾人也会当入去联合国。即马，你若要入去联合国，迄个联合国大厦，你都要摕到台胞证才会当入去。这个是非常不应该。我想即句甲中国拄当伫咧拉扯的中间，请咱为着台湾即个土地来祈祷。你会当看到讲 Chinese Taipei 伫咧四大院的时，咱用名 Chinese Taipei。即马伫外口用着所有的名，你要用的中华民国拢袂当用，因为中华民国即个国号伫国际来讲已经死啊。只是咱台湾还佫听会到即个名，伫国际离开台湾拢袂当用。当你中华民国你袂当用的时，台湾你要用啥物？即马就通过中国通过足侪方式。伊直直甲你刻真侪名，比如讲，咱过去捌刻台澎金马，政治咱刻 Chinese Taipei， 还是台湾台北，咱有刻真侪名伫咱的身上。事实上，遐无一个名是咱的。既然咱用的物件是 Made in Taiwan， 咱所有的 I come from Taiwan， 咱做全世界的用的拢 Made in Taiwan，MIT， 是安怎咱袂当用台湾？这是国际上真不义的事。请咱替台湾祈祷，毋是无可能，是咱拢无做，才变做无可能。国际社会直直地徛伫咱这边，请你相信这项事上帝徛伫公义迄边转来我会搁甲大家人做一寡报告。彩虹妈妈欠一寡人请咱若会当拢真踊跃，因为逐礼拜这彩虹妈妈拢去国校。对差不多600-700个学生伫咧传播生命课程所以才有一寡需要若会当去参加一寡训练，倒转来帮咱教会伫咧做这个社区的生命教学。咱昨昏有去高坑为着赖秋芬姊妹拄五伤愿主祝福。佮对伊的二爸二母因的家庭望伫遐愿将上帝听甲救恩互因咱真愿上帝祝福即个工迄个结婚节93是无反正是毋是92愿即两工过身去愿上帝祝福伊的个别小弟9月23OK， 咱来看9月份的生日好无？请9月份生日的你看敢若咱这生日都遐尼多，请9月份生日的起立一下好唔好？嗨，咱伫咧唱歌的时，请咱边仔的人代替咱教会，甲伊祝福一下，握一个手来唱咱教会特殊的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伊都嗨呀落你嗨，嘿呀落你嘿，嘿呀落你嘿，伊都嗨呀落你嗨祝你生日快乐！上帝恩典甲智慧日日甲你加添伫你的身上。以上报告，多谢。多谢牧师的报告。这点咱搁来吟一首圣诗：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上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请起立，咱做伙来吟。
平安对遮出去，欢欢喜喜，正做上帝手中的车婿。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仔囝，着自信，这个世间宣扬上帝疼这世间有罪的人。你着大声伫上帝面前仰仗你的性命，互伊正做一个充满感恩丰富的人生。但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合同在，对即时到万世大不尽。阿门。请坐，别倒，愿上帝施恩赐福伫你。